无共语言、无共年会族群拢有发声的权利。来看客委会就成立一个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鼓励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嘛希望打造客语生活化环境。若咱台语咧，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表示，希望政府紧成立台语的专职单位，才会当投入资源，并台语发展。规定客家青年挂手有游东会呢，古代像正式的设置去到国外交流。客委会自106年就开始注心鼓励客家青年去到国际交流，扩大青年视野。4月14日，客委会也正式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客委会表示，鼓励青年用母语参与公共政策，唔那是生活化的一种，也会当加深青年用母语来思考家己要义的议题，让青年的声音愈传愈快。我觉得重点是事情被解决，而且是在我们的语言的思考之下来解决。好，语言是个工具，好，但是语言呢，也是我们认识自我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是透过客语，好，我们来更周全的在文化的概念之下来完成这些事情。过去有台语青年用台语推广地方文化，参加传统艺术比赛活动。不过要像客语或者是原住民族群有制度化的专职单位来投入母语的发展、文化保存，对台语来讲也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表示，根据进步的统计，目前也有8成的人是听有台语。台语伫台湾是下族群的共通语，不过却无像其他的国家语言有专职单位制定政策来执行，安尼未来恐惊会愈来愈弱势。台语甲客语、原住民语其实是伊的这个程度是无共款的，讲的人口数，也有这个使用的范围，拢是无共款的。吼，咱伫遮我们搁一摆咧，会要求政府会当啊重视这个问题，吼，互台语会当咧紧家救起来，吼，这是唯一，咱这所有的本土语言内面唯一，也搁有困难，吼，会当甲这个即马咱所讲的这个中语、吼华语会当比拼的一个语言。台语政策推动联盟表示，希望有专职单位来负责台语，搁有传统艺文的推广甲保存，有中央单位则通较有制度化侵入到各地方，营造台语环境。有好的环境嘛，则通互大家知影，台语是会使讨论万项代，为家己发声的重要语言。记者张家嘅林晓凯新北台北报道。